今日等我介紹樂施會另一位重量級人物，噔噔噔噔，陳智思先生。陳生係公職王就大家都知啦。咁大家又知唔知其實佢喺90年代已經參加毅行者呢？咁佢咪即係我大師兄？我第一次參加樂施毅行者就1993年，咁因為我喺90年初翻嚟香港啦，透過呢批外籍人士咧，我先認識到，咦，原來香港有個每年一年度嘅比賽嘅，就係一個毅行者嘅活動，我先認識到有樂施會，就係透過樂施會啦，咁我亦都認識到即係呢個即係無窮世界，我哋樂施會成日好想去即係爭取嘅全世界咁。但當我第一次聽到話一個點樣去一個達到冇貧窮啊呢個咁嘅社會成，我覺得哇！我哋一分少少嘅力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咧？咁如果每個人都唔會付出嘅，其實可能真係永世都影響唔到個社會。係咪淨係樂施會參與就可以改變所有嘢咧？未必係。但係樂施會嘅角色好重要啦，就係去呼籲其他人一齊去正視呢個貧窮嘅社會。其實好多時候，我哋對貧窮呢個概念係好似好熟，但亦都唔係好全面。我正透過樂施，我先知道其實唔單止話啊，係咪冇工作啊、社會經濟咁簡單，可能氣候變化都會帶嚟點解有貧窮呢個問題。樂施會即係作為一個國際嘅扶貧組織啦，行到今日50年，全靠就因為我哋有好多嘅支持者。咁呢個佢哋嘅角色係非常之重要。咁我希望我哋嘅所有嘅支持者、毅行者，好似我一樣，係繼續支持香港樂施會嘅工作。